新娘大庙济安宫，济安宫主要服侍保生大帝、大道公、天道公。每年农历10月15，推官大帝大禹治水大禹帝的圣诞日，还有游王宫代天行寿圣诞日，会举办请水活动，迎接代天行寿的活动。一大清早4点就出发到积水溪河畔，一座小城南北东西畔举办请水，一同迎接游王宫代天行寿为新营济安宫的活动，晚上10点半集合11点还要通送游王宫，又要回到积水溪畔，送游王宫回家。游王宫从积水溪那边过。